请下做大家平安。这是咱做伙来祈祷。万关恁的主上帝，阮搁一摆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阮献上感恩。因为伫一年的开始，互阮会当抓家己带到你的面前，诚做偌济献互你。主，这是你互阮的恩典，甲你的保守。主也恳求你新的一年，互阮每一个人真正是将家己献就，诚做偌济互你使用。主，这是阮特别恳求你，你的信心领导伫阮，互阮每一个人的心拍开，你的话就诚做阮的快乐甲帮助。阮的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真感谢上帝的恩典，毋若带领咱的教会伫恩典的中间，2013年，咱真经过一个世纪，总是今仔日搁较要带领咱伫2014年，伫新的一个世纪的开始，伊要互咱每一个人拢带着盼望甲信心。伫去年10月底，咱的教会真顺利来选出新任的长职。以及伫年底，咱各团体、各师班，也是各单位，咱拢有新的会长、队长，也是班长，才会干部。所以今仔日毋若是新年度第一个主日，伫咱的教会中，咱等下嘛要举行新任的长职，甲每一个团体、单位、师班，因的干部的就任式。而且，我相信毋若因的就任式，这嘛是咱所有的相连人。咱要做伙甲因来协约，要诚做因上好的支持甲帮助。咱嘛真感谢已经退任的遮的长职，也是咱的团体单位，也是各师班遮的干部，因过去的辛苦的付出。伫咱的教会中，咱拢真惯势，一般拢会将一般的信徒、平信徒、甲牧师、长职，也是团体。什么师班遮的干部，该分做两边啊？刚刚好就是后壁这边，这是咱常常在讲的服侍的同工。听这圣经甲咱讲，服侍同工，毋若只是拄则我所讲后壁遮的人，因为伫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，有安尼讲：独恁是拣选的族，是王是祭司，是神的邦国，是上帝家己的百姓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，咱拢是属于上帝的，咱拢是上帝的奴仆。所以甲你边仔的人讲，咱拢是上帝的奴仆。讲到奴仆，这个职务啊，是伫现代社会中间，互人所藐视、看袂起的。咱有一句俗语讲：甘愿做鸡头，也毋愿做啥物。牛尾溜啦，这句俗语，意思讲啥物？就是讲啊，大家人拢足想要做头。不过，确实是安尼，咱的社会嘛，常常鼓励咱大家，咱爱成功就是爱做头，爱做领袖。总是伫上帝家却无共，上帝爱咱每一个人学习做奴仆，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一生真重要的功课。因为上帝伊所看重的是奴仆伊的性命安怎，会赢过这个奴仆伊的服侍的效果是安怎。听这，咱的上帝是真敖做代志的上帝，伊是无所不能的上帝。伊需要咱参与这的服侍，毋是想要看咱每一个人偌敖做代志偌欠卡，伊所要看的是要看重。这个奴仆伊的性命，是毋是因为通过这个服侍，会当互上帝来调整改变，互这个奴仆的性命哪来哪亲像上帝？今仔日圣经在以赛亚书42章第1节到第9节，以赛亚内底有4首奴仆的歌，这是其中的一条。特别伊所看重的就是奴仆的性命赢过奴仆的工作。所以听下这，咱要知影，咱拢是上帝用同价所赎转来的，咱是上帝用同价赎咱转来的，这是极大的问题。伊爱咱参与伫上帝厝里的服侍，是嘛通过这个服侍的过程，
互咱每一个人得到极大的稳定甲阳光。伊毋但互咱责任，伊嘛爱咱全心全力做好每一项伊所交代咱的，搁较爱咱伫这中间去学习服侍的功课。今仔日咱就要通过这节的圣经节，来做伙来思想上帝伊所期待我的罗卜伊的使命是安那。第一个，我的罗卜的使命就是爱有甲上帝美好关系的使命。第一节圣经讲，看我的罗卜，我所扶持，我所拣选的，我的心所欢喜的，我有将我的心予伊，伊要将公理传予外邦。咱若是看台语和日本的圣经，伊用600个我来介绍这个罗卜，我的罗卜。这个我是讲着什么？不是讲别人，就是讲着迄个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耶和华上帝。伊家己将迄个活气甲伊的灵性手赐予伊所听的人。像兄弟，甲上帝有美好的关系。咱常常拢会安尼讲，一个人甲上帝美好关系，咱会看着讲，伊每一天，而且真稳定，有读圣经，有祈祷的生活。搁伊安那，伊会当真固定参加逐项的聚会、祈祷会、主日礼拜，也是小组团体等等的聚会。而且呢，伊真热心参与教会服侍甲活动，这拢是甲上帝建立美好关系的方法。咱读的第一节的圣经节，提供咱5项的指标啦吼。咱来看咱家己甲上帝的关系是安那。第一个就是为主来活。咱讲一个人是奴仆，意思就是讲伊有一个主人，所以主耶稣的奴仆就应该是爱属于主耶稣。所以咱毋那只是顾家己，为着家己来活。咱爱学习为主来活。第二个就是爱有交托，甲倚靠上帝。圣经记载，主耶稣伊甘心拼空家己，伊应验了先知的预言。虽然主耶稣伊有天顶地所有的权柄，总是伊却甘愿顺服，弃绝本身应该有的迄个权利，专心倚靠创造天地的上帝。表明出上帝对伊的奴仆有完全的主权，互伊的奴仆会当完全献予上帝，互伊来用去完成上帝所交托的任务。第三，就是咱爱活出分别最圣的生活。拄则我有读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有讲，独你是拣选的族。讲到拣选的意思，就是讲你是互伊分别出来的。拣选的意思就是你是互伊分别出来。咱若每一个人，咱有一个基督徒的身份，是互上帝甲世间的人分别出来。更较重要的是，咱的生活中，咱的言行举止，嘛是要互上帝分别出来，爱活出迄个圣洁的使命。第四个就是咱爱遵探上帝的旨意，一个互主人欢喜的奴仆。就是伊做啥物代志，拢有下着主人的心，所以咱爱遵探主的心意旨意，因为咱要互主所欢喜，所以咱就要照主的旨意来行。第五项，咱要互主的信心来充满。以弗所书第5章18节有讲，也无得酒醉，会递到放肆，是着互信心充满。若无信心的稳固，就无服侍的困难，因为咱知咱毋是倚靠势力，毋是倚靠能力，是用上帝的事才会当成这的事。所以要先甲上帝有美好的关系，咱才会当有高效的服侍。第二个奴仆的使命，就是爱有顺服谦卑的使命。第二节伊讲，伊无喧哗，无出声。也无互加罗尼听见伊的声。真侪时阵，咱真毋茫会当甲别人分享咱家己的理念的时，常常咱拢会四过去宣扬，去四过去讲，这就是喧哗。总是主的奴仆应该尽量爱稳重，
咱顺服主，谦卑家己，所表现的就是温柔。只有靠主的气力，才会当去食这事。啊，佫有讲无出声，毋是去气压别人，或者是用强势的声音，互人来屈服你。就算做伫这个过程中，咱有拄着无顺利，咱也毋免埋怨，甚至咱毋免讲出家己心内郁卒，也是不满。无互加罗尼听起伊的声，所讲的就是无试过去宣扬家己所做的。就算做咱做一件代志真成功，人拢有看到，咱也毋免试过去讲。上帝罗卜从来拢毋免去拍鼓、拍锣弄鼓，也毋免去试过讲啥物，反正是谦卑顺服，点点啊在服侍。想下这圣经有记载，撒旦伊就捌试探过耶稣。伊甲耶稣发出一个挑战，讲：你若是上帝的囝，你会当对圣殿上悬的所在跳落来。上帝毋是有吩咐，是有伊的使者会起来保护你。主耶稣伊并无含落伫魔鬼的诡计内底。上帝罗卜就是安尼点点啊谦卑的工作。你甲有真侪人忽略耶稣伊的存在。伫福音书内底，耶稣伊被赶鬼，伊互死人讲话。每一摆伊若行了，伊拢吩咐伊的学生，吩咐遮的边仔的人讲，毋通去甲人讲。就好亲像以赛亚书45章15节伊所讲的：你实在是家己稳捌的上帝。伫今仔日，四界拢在自我推销，拢在高估家己外高安那。主耶稣爱咱独独学习，为伊来活，互主来欢喜，互主耶稣的名得到荣光。谦卑咱家己是一个美好宝贵的品德。第三，上帝罗卜的性命爱有疼心关怀的性命。圣经第3节有讲，受伤的芦苇伊无压止，买花的灯火伊无拍煞。咱家伫约旦河的两花的路边，有济济的芦苇在生长。总是当车辆在行过了后，迄个人若踏过遮的芦苇，芦苇就会压止，倒伫路面，铺伫路地。所以定定拢互行过的人，因为迄个压止的芦苇来绊倒，所以人拢足讨厌，也嘛感觉这个芦苇根本拢无路用。啊，佫有当迄个灯火油灯，迄个油要无的时，所发出来迄个光是无法度去照光啥物。所以若是伊拄着一个真厚体贴的人，愿意加一点仔油倒伫这个灯内底，一切问题拢会当得到真好的帮助。总是伫咱的社会，愿意扶持的人较少，爱看别人笑话的人较侪。主耶稣伊同情了解软弱甲犯错的人。真侪时阵，咱人是真无情来对待迄个失败的人。总是上帝罗卜伊袂安尼，伊真厚甲咱安慰，会当体贴这受伤的肢体。实际上，咱真侪服侍的当中，也是咱的基督徒，咱常常拢将咱的注意力看伫服侍顶悬，咱却忽略这受伤的人的需要。好像就耶稣捌讲过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，当一个人伊互强盗抢了一切，而且互伊拍甲要死的时，伊倒伫路面，这时利未人拢伫边仔安尼经过，因无愿意付出代价去扶持软弱的肢体。我知影伫咱的教会有一个姊妹，伊所做互我真感动，因为伊本身就倚靠上帝稳定，伊经过癌症，而且开过癌症的手术。而且毋但安尼，伊手术了后，伊嘛得着忧郁症，总是上帝稳定帮助伊来行过。今仔日，伊会当陪伴咱所无人关怀的姊妹。这几年来，伊常常关怀一个得着忧郁症的视障的姊妹。伊毋拿用上帝话去鼓励陪伴伊，
当这个视障的姊妹，伊需要去办理大院、出院这个手术的时，伊佫甚至走去病院帮伊来办理。有当时这个姊妹视障的姊妹走医院起来时，也是讲半暝，伊需要人甲伊讲话时，这个咱的教会姊妹愿意有耐心，半暝嘛甲伊讲电话讲足久的，安尼陪伴伊、鼓励伊，而且佫为着这个视障的姊妹，找着会大的所在，互伊稳定落来。伊所做的这一切，帮助这个视障的姊妹，原本是忧郁无盼望、生活无安定的时，帮助这个姊妹，伊即马的生活是充实，是充满着喜乐，就是因为咱的教会这个姊妹，伊用上帝迄个不变的疼，互迄个人所无看见的、无人关怀、软弱受伤的人，得到安慰甲鼓励。想想这，若是咱有主耶稣怜悯的心肠，咱也亲像咱教会这个姊妹同款，互世界这互人看无的、看轻的人，会当得到安慰甲鼓励，互因的性命会当提升，会当改变，这是一个真贵重的一个福分。第四个，我的罗卜的性命爱有坚持吞忍的性命。圣经第4节讲，伊无凊心，也无失胆。至到伊伫地上说的公理，海事拢听候伊的驾驶。上帝罗卜伊所领受的任务是非常的艰难，因为伊要将公理传互外邦，伊要照真实将公理传开。至到伊伫地上说的公理，海事拢听候伊的驾驶。这个任务不是短短时间会当完成，是需要经过真长而且真辛苦的时间，而且在完成的过程中，常常拢是做甲流汗，互人嫌甲流烂。耶稣伊来，伊就毋会当重建这个世界的次序。这个世界是虾米人在掌管？敢是每一个国家的总统吗？当然不是咱人，是上帝。伊的权柄统管万物，伊爱咱活出伊的真理。咱每一个礼拜牧师伫讲台，将上帝的话传讲互咱兄弟姊妹听。真侪时阵，咱掠做咱来做礼拜，咱听了，咱就会晓。有人讲，一个真理啊，至少爱连续讲7摆，咱才会照这个真理去行。有时，咱面对这个世界，伊所讲的，甲圣经所讲的，常常拢是无共。当咱听到无共的时，咱做基督徒，咱做上帝囝，当然要徛起来，为上帝的话来出声。伫去年11月底，有2个互相反对的阵营啊，会游行，毋知咱还记得无？一方面，伊是赞成多元成家、同性婚姻合法化；另外一边就是反对多元成家及同性婚姻合法化。两边都会当讲出伊的道理来。总是咱做上帝囝，咱等到圣经到底安怎讲？圣经中的婚姻观就是一夫一妻，一男一女。咱做基督徒，咱无法度接受同性的婚姻，同样性别的婚姻，这不是上帝心意。另外，还有一个就是2-3礼拜前，每一个媒体新闻拢在报道，讲基督就会当得到啥物选召，还有记得无？这个新家的事件，在圣经中确实有记载真侪新家的事件，总是圣经也爱咱真细致新证，因为伫末世时，有真侪人只是要将迄个焦点放伫新证，而且伫无共的宗教嘛是有新证的发生。亲像咱伫出埃及记，当摩西要引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，上帝用10个灾难，有的灾难埃及的术士因嘛会晓做呢，因嘛会当做出这新证。总是，所以咱要知无共的宗教嘛有新证的发生。
所以就算做这神才是真的，嘛无一定会当造就咱人。基督教信仰有神者，总是咱无强调神者，因为神者的用意就是要证明咱所传的道理是真实的，以及神者的目的是要互咱搁较徛伫上帝真理顶悬，互咱登到上帝面前。所以咱的性命有上帝性命，有同在也无同在，迄个才是重点。上帝并无爱咱每一个人用家己的经验、家己的理智去判断，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因为这是上帝的代志。圣经申命记29章29节有讲：秘密的事属于耶和华，秘密的事属于耶和华。咱所要做的，就是爱专注、爱专心领受有关真理上帝唯一的代志。各位兄弟，咱要坚持上帝所设立一男一女、一夫一妻婚姻关系真理，咱也要互家己伫上帝话真理顶悬，咱要合一，认捌上帝家义，到伫一个完全的人，到得到基督的充满来成长一半。当咱面对现代社会处境，上帝教会、上帝路博，伊无信心、无失胆，要坚持真理，若无就无法度完成主耶稣所交托的任务。当咱人顺服上帝话时，咱伫上帝面前，咱是自由的，咱是毋免受到周围环境的人也是事者影响，因为因拢无法度改变咱对上帝真理的态度。咱搁较要坚持真理，伫这个世代为着上帝作为来做见证。亲兄弟，上帝路博爱有属于上帝性命的特质，咱才会当有气力来完成上帝交托咱的福财。所以第一个，咱爱甲主有美好的关系性命；第二个，咱爱顺服有顺服谦卑的性命；第三，咱爱有疼心关怀的性命；第四个，爱有坚持吞忍的性命。亲兄弟，伫咱日的就人式，我拄则讲过，毋是为着这新的种子，也是诗班团体这的干部来办的。伫咱日的就人式，是为着咱所有的上人人，咱拢要做伙来到上帝面前来立约。咱甲主讲，咱要食做伊所欢喜的萝卜，而且咱也要通过甲主耶稣做伙同地道，咱要领受圣餐，来分享上帝的萝卜，主耶稣基督这个萝卜的性命。愿咱伫新的一年，咱做伙领受对顶悬来的积分甲使命，互咱哪来哪有上帝萝卜的性命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当阮还未完全的时，你就互主耶稣为阮牺牲性命救赎阮。主恳求你来帮助阮，互阮每一天会当学习主耶稣，做一个萝卜，互主你来欢喜。求你来祝福阮每一个兄弟，伫新的一年，阮将家己献上，求你来使用。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是咱来唱圣诗215首，耶稣身躯替咱定死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